由頭熱到尾係5。黃記居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，中間有會當凌啊，內欄關鍵所在啦。咁啊，外邊淺藍衫走上去呢，仲有嘉應駿馬，外邊紫色衫白帽就係常常發財啊。內欄紫色衫紅帽仲有幸運旅程，出邊綠衫逆雨揚名啊。馬林中間大約跟住個第5、6位啦，橙嗰隻團結勇士啦，外邊紅眼罩紫色衫歐洲傳奇，馬林中間黃衫黃帽金多喜內欄呢，仲有戰旗飛響外邊啊同喜啊，後邊4匹馬啦，考眼光中橫天下尾位置白衫嗰隻呢，就超平凡啊。 吞咗落去後邊係會當凌嚟㗎，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嘉應駿馬一馬當先啊放啦，跟住第2位就常常發財啊，外邊逆雨揚名響第3，內欄第4，仲有關鍵所在，中間第5呢，仲有呢隻幸運旅程啊，咁啊轉到轉出嚟中外檔追嘅馬，仲有團結勇士啦，外邊呢，仲有呢隻歐洲傳奇啊，馬林中間白衫白帽未有位喎，就係嗰隻超平凡，咁啊攞埋中橫天下個位添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關鍵所在啊，外邊啊常常發財，埋邊呢仲有嘉應駿馬進佔第4位，仲係幸運旅程嗰啲馬接近終點啦。咁啊呢隻關鍵所在，咁啊轉咗啲配備，今場賽事呢就嚟咗一個大變身啦。常常發財係第2，嘉應駿馬第3，第4名係幸運旅程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關鍵所在，真係轉啲配備呢，俾到隻馬有啲新鮮感喎。咁啊結果拋離贏馬，常常發財，咁啊初次上陣都第2啦。嘉應駿馬放頭係第3，第4名幸運旅程。 關鍵所在，贏馬嘅關鍵就係個眼罩啦，一加眼罩成功贏馬落飛嘅，後尾跑第2名就常常發財，第3放頭嘅嘉應駿馬。